今日4月30號，第一劑嗰陣時有一個傻閪坐喺度，然後咧嗰度有一個人，百幾蘭壇，呢度兩個百幾蘭壇，有兩個一齊散水，即係嗰啲死壞 B 咧。我以前我都話唔講咧，我唔講啲，我既然我嘅目的就要向世人踢爆呢咁嘅仆街，而呢個死壞 B 咧。截止到今日咧就嚟咗5個月㗎啦，個死壞 B 領先咧就正牌嗰啲欺善怕惡啲仆街好撚大毒㗎，佢仲犀利過，如果佢有公權力啊，我諗佢仲犀利過來俊神啊個仆街，即係做完運動做1個幾鐘，唔整個大頭照啦，整個大頭照啊嘛，嗰啲死仆街真係做陰質事啊，好唔好？呢啲咁嘅死仆街，揾個似啲嚟做樣啦，跟住同我行民事啦，話我冤枉你啊，仆街！死壞 B 詐稅，無端端前幾日就2日喺我冇上去睇，由3樓總之由3樓漂白水連續2日連續2日落嚟喎，幾撚得人驚啊咁嘅仆街！然後前幾日咧就搬嘢之後咧，即係好似搬嘢咁樣，由3月開始喎，啲仆街做咩陰質事啊？嗰啲臭仆街！